上新的消息来关心一桩严重的车祸，这是昨下晡台南成功大学有一个员工，那亲像是因为氧型发作，赛车的时向对校内速度真紧，冲出去校外，去弄着几啊台汽机车，有造成一个查某骑奥多麦的人当场死亡，佮有4个人受伤。路下真侪人咧行，无到几秒钟，突然间有一台驶正紧的轿车直接撞入来顶下骹，互大家惊一个。对另外一支监视器看，这台nguyên色的轿车对成功大学学校内面冲出来，直接撞到驶伫咧路的一台黑色的车，规台车势要一定才停落来，又个弄到6台奥多麦。它速度应该有到100吧，它左右在撞，然后它冲出来的时候飞来，它先撞我们警卫室这边，然后飞出来直接撞到这边。速度正紧冲浪，造成一死4伤，零件碎片也甲规涂骹。被撞的黑色轿车车头规拢冒气变形，弄人的nguyên色轿车前座的安全气囊裂开，有人骑奥多麦，互伊弄到，也唔知发生什么代志。完全不知道，我就正常这样慢慢的行驶，结果到那边忽然就我一声来哈，就把我撞倒。代志发生伫咧12下昼，54岁姓林的驾驶是成大图书馆的职员。伊讲是因为氧型发作，有一位女性骑奥多麦经过，拄好互伊撞到，当场不幸死亡。伊的大家接到消息赶来现场。伊下班要去载囡仔啦，伊这囡仔读幼稚园啊，就要载囡仔。咱国内不规定有氧型的人袂用考驾照，严过这项法令，互人认为是对新障者的歧视。交通部研究了后，伫咧2020年修法，放令伫最近2年以上无发作的人，会当有条件考奥多麦抑个小型车的驾照。伫咧2年要换照的时阵，要有医生可以证明讲这段期间拢无发作过。因为驾驶者都受伤在急救中，我们还不了解原因。那待那个伤势稳定之后，我们再来厘清原因。姓林的驾驶酒测台是0，因若车祸的原因还阁伫咧调查，警方将会调病例来确认是毋是有相关病史。案件是以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。记者综合报道。